你呢排係咪夜瞓條腰又硬到好似嚿花崗岩咁先？同你講，我上個週末頂唔順，同咗平時一齊上去玩嗰班衰友去咗向西村。計因網上成班人喺度講話向西村呢間老字號九裕影院捉到平到有啲離譜，168蚊全包，有足足70分鐘持證中醫足療，仲有嘢食有嘢飲，免小費冇推銷。但有人話唔預約去到要等足2粒鐘。身為幫襯過好多次嘅熟客，今日我就同大家講真話，到底呢度係真回本嘅神級好店，定係得個名？今日直接同你拆解。如果你平時都成日返工攰到隻狗咁，想揾條北上舒壓捷徑，記住先撳個 subscribe， 開埋小鈴鐺，包你以後北上唔使冤枉錢。講真，168蚊叫你排2個鐘，你同佢搏過定係掉頭走？你平時上去最驚中到咩伏？講到交通，呢度方便到你唔信我哋過關上去，快到連的士司機都賺唔到我1蚊。如果你行羅湖口岸，一出站直接行落地下通道搭地鐵9號線，沿途連地面都唔使上，吹住冷氣坐2個站就到向西村站 B 出口。一上地面，你會聞到周圍好香嘅燒烤味，過條馬路行2分鐘就直接到鋪頭門口。如果你行蓮塘口岸就仲方便，搭2號或者8號線3個站，去到湖貝站 A 出口，沿住南極路一路直衝，行大概3分鐘就到。最正嘅係，成條路線大部分時間都有遮陰，就算撞正夏天打風落雨，你連遮都唔使遮，完全唔會搞到成身濕晒咁狼狽。雙口岸直達，落車即到，你話爽唔爽？對於我哋呢啲星期6日上去快閃放鬆嘅香港人嚟講，交通時間縮到最短，留翻多啲時間去嘆先係正路。想好似我咁，每次北上都行得比人快，時間用得最盡，快啲撳個 subscribe 兼開埋小鈴鐺啦！我仲大把隱藏捷徑未公布。你哋平時週末北上習慣行開邊個口岸多？一推開大門，成個5星級酒店 lobby 咁，燈光用得好高雅，完全冇平價鋪嗰種奇怪味。第一印象已經俾足分數。最驚喜係佢哋全店有50幾間房，全部都係獨立影院房，私隱度極高，完全唔使好似以前咁同班3唔識7嘅人夾房，仲要聽住隔離阿叔打鼻鼾。你可以一邊睇住大屏幕嘅荷里活大片，一邊揼骨 chill 到爆。想發掘更多大灣區高格調、環境乾淨嘅神級私密店，記得 subscribe 我同開小鈴鐺啦。去揼骨，你最頂唔順同陌生人夾房，定係燈光太暗搞到個人好壓抑？坐定咗換好衫，好戲就正式嚟啦！呢度最出名嘅就係主打持證中醫推拿，絕對唔係出面啲敷衍摸骨按空氣嘅水貨鋪。我一坐低，個按摩沙發床下面居然有個全自動嘅浸腳盤，技師敲門入嚟，動作非常利落。佢熟練咁將一大盒新鮮牛奶，再加一大匙羹熬到濃郁嘅熱生薑湯，直接倒落去個盤度。當我雙腳踩落去嗰一刻，溫熱嘅牛奶混合埋生薑嘅熱辣，嗰種暖意真係咣一聲直衝天靈蓋。原本冰冷嘅腳趾即刻放鬆晒，體內積聚嘅辦公室冷氣同寒氣好似即刻逼晒出嚟，成個背脊開始微微出汗。最正嘅係，師傅一邊等你對腳浸泡舒緩，佢對手已經冇閒住，即刻幫你進行大面積嘅肩頸揉捏。佢雙手厚實有肉，下下用掌根力量點對點到位，按落我平時最酸痛嘅膊頭，將我成個星期對住電腦儲埋嘅死結同壓力一次過溫柔咁推散。如果你平時都覺得膊頭硬到轉唔到，快啲撳 subscribe 同埋開小鈴鐺，跟緊我用正宗方式放鬆。話時話，浸腳你中意加牛奶滋潤，定係老薑驅寒？今日我體驗嘅呢個70分鐘足療係970號中醫技師，呢位師傅一出手你就知佢係10幾年嘅老江湖。佢嘅手指指力驚人，手勢刁鑽，對腳底每個反射區同隱蔽嘅穴位都清清楚楚。嗰一瞬間，酸麻脹痛嘅感覺排山倒海咁湧上嚟，師傅完全冇偷工減料，拳拳到肉，沿住腳底一直推上腳踝，成條膀胱經好似1秒之間被洪水疏通咗，塞住嘅氣血瞬間崩開流通，爽到全身上下嘅毛孔全面炸開，頭皮都有種麻麻地嘅快感。想知道更多大灣區唔同神級店鋪嘅招牌技師號碼，快啲 subscribe 我，開埋小鈴鐺啦，等我幫你逐個揾。緊接住，師傅仲會攞出佢哋標配嘅木質養生錘，極之有節奏、有層次咁敲擊你條小腿嘅兩側肌肉。每一次揼落去，木錘嘅震動波都會深入肌肉底層，將你平時行街返工積聚咗幾個月嘅頑固乳酸完全震碎。168蚊嘅價錢，由腳底穴位到小腿肌肉全面照顧到，呢種配套同服務態度真係超值到冇話可說。只要你跟緊我 subscribe 我頻道，再撳埋小鈴鐺，全網最實用嘅大灣區養生秘笈，我全部一次過幫你打包。你平時按腳底邊個位最痛？
既然難得放假上到嚟深圳，我哋就唔好虧待自己。我強烈建議大家可以直接一條龍嘆到盡，學我咁直接加碼埋佢哋200幾蚊嘅頂級全身經絡 SPA 服務，先叫真正識得享受生活、放鬆靈魂。我嗰日運氣好，遇到925號 SPA 師傅，佢一上場，成個房嘅氣氛就轉咗。佢嘅手法直頭係柔中帶剛，雙手順住我背部嘅經絡，點對點精準按壓。原本我因為長期對住電腦打字，硬到好似嚿花崗岩咁嘅膊頭同腰部，佢幫我搽上溫熱嘅天然精油，用力一推，皮下嗰啲一粒粒、一條條嘅頑固結節，瞬間被佢用推拿手法逐個消滅。你平時喺香港隨便揾間高檔少少嘅中環 SPA 揼個全身，隨時都要過千蚊，喺度200幾蚊人民幣就有咁神級嘅技師享受。唔想放假俾人當水魚，快啲撳 subscribe 兼開啟小鈴鐺通知啦！大把低消費高享受嘅生活方式同你數。如果同你一齊去，你中意做足療多啲，定係想好似我咁全身精油 SPA 爽一下？揼完骨，我帶你睇下佢哋嘅隱藏高級配套。呢度嘅淋浴梳洗區裝修同設備，直頭有大型水療會所嘅誠意，乾淨到連地下都一塵不染。最狂嘅係咩？女賓部同男賓部入面，除咗獨立嘅高壓淋浴間，竟然仲配置咗個免費嘅高溫濕蒸房，入去坐10分鐘，等全身毛孔在熱氣中徹底張開，將殘留嘅精油連同成身嘅濕氣、毒素一併通過汗水排走。想知道更多大灣區免費配套，環境又乾淨過高級酒店嘅神級好店，快啲訂閱我頻道兼開埋小鈴鐺，我一間間同你開箱。你北上攰咗，中意按完摩即刻返香港，定係直接舒舒服服留低？會意傳銷，最大嘅壓軸 highlight 嚟啦！按完摩肚餓，出去餐飲區唔使多講，肯定先叫碗 XO 醬車仔麵，醬汁野味到痹，直頭係旺角頂級茶餐廳嘅單點水準，再加2粒老到入晒味、蛋黃香濃嘅茶葉蛋同爽口咖喱魚蛋。單係食呢餐宵夜，我心入面部計算機一撳，個算盤點計都已經回一半本。168蚊嘅價錢，享受完中醫骨揼，仲可以冇限量任食高檔鮮果小食，抵玩程度真係冇得頂。想要第一時間接收全網最實用嘅揾食最前線情報，記得一定要 subscribe 同埋開小鈴鐺啊！總結翻今日嘅探店體驗，環境大氣、乾淨明亮、私隱度拉滿。如果你問我最聰明嘅北上過週末玩法係點，就係學我咁，直接加多個200幾蚊嘅頂級經絡全身 SPA。點解？因為呢度禮拜6日只要消費滿288蚊就免費用房過夜啦。所以你做個基礎足浴，再輕輕鬆鬆加個優質 SPA，消費額一達標就可以直接喺獨立影院房瞓一覺到天光。咁樣一嚟，連出面幾百蚊一晚嘅連鎖酒店錢、的士錢都全部幫你慳翻，直頭穩贏掂晒。覺得今期影片夠堅夠實用，切切實實幫到你個荷包同你條老腰嘅，快啲幫手讚好 subscribe 兼開埋小鈴鐺。下期我繼續帶你發掘更多大灣區嘅神級 lifestyle 福利。下次你上去深圳，記住喺評論區同我講聲，大家一齊去 chill 翻日，食碗車仔麵爽下。下期見，拜拜。